大家好，歡迎收睇《家國530》。今日係6月10號嘅星期三。琴日美軍攻擊完伊朗之後，特朗普話佢今日要再狠狠咁樣教訓伊朗。點狠法啊？遲下你就知啦。但係今日佢亦狠狠咁樣教訓咗加拿大。佢話佢根本唔稀罕同加拿大簽署加美墨貿易協議，就算佢簽，都係因為佢可以取消呢個協議。講得真係招積。加拿大視訊委員會 CRTC 宣布禁止嗰啲電訊公司收取嗰啲咩轉台費啊、行政費啊。不過呢頭禁止，嗰頭啲電訊公司即刻改嗰個收費嘅名目，繼續額外收錢，直情當 CRTC 冇到啊！繼續要令加拿大成為全世界手機收費最貴嘅國家。一個7歲嘅細路女，佢駕駛一架4個轆嘅高薪越野車，載住另外4個細路仔，點知不幸翻車，車喺路上打滾，搞出5個細路哥兩死3傷嘅慘劇。大家都係野生動物，但係物種唔同，待遇都唔一樣，一個天一個地。咁早，當個個都裙拉褲甩趕返工趕返學嘅時候，一群加拿大鵝竟然好唔識趣咁樣闖入多倫多市401號高速公路，仲即場上演一場鵝家族大遷徙，汽車都要停低落嚟讓路。咁早未到10點鐘，接近400號公路嘅一段401號高速公路東行線，有一家大細嘅野鵝沿住路肩挪下咁樣向前行。現場仲見到2部省警嘅警車在場護送，確保佢哋安全。期間呢一群野鵝一度想行入去行車線，令到繁忙公路上面嘅汽車被迫停低落嚟，現場交通短暫受阻。警員隨即展開圍堵行動，成功將野鵝引導返去安全位置。省警之後通知動物管制人員到場處理，之後會將鵝家族送到去合適嘅地方安置。鵝就巴閉啦，有省警護送，相反土狼就人人喊打，走都走唔切。繼上月2宗土狼傷人事件之後，萬錦市土狼再次出嚟犯案。約克區警方更加喺短短24小時之內接獲3宗涉及土狼嘅滋擾報告，其中1宗更發生喺兒童遊樂場，一個兒童被土狼搲傷。警方而家已經發出公共安全警告。事發喺 McCowan Road 夾16街一帶嘅公園裏面，好彩嘅係受傷兒童傷勢並唔嚴重。警方指出，最近接獲多宗土狼接近民居喺遊樂場附近徘徊以及出現異常行為嘅報告。警方就呼籲居民、途人同寵物主人要提高警覺，尤其係喺清晨同黃昏時段，因為呢啲時段正係土狼最活躍嘅時間。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可以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都可以上門洽談。電話查詢647-533-3888或者416-495-6888，或者上 Google 搜索多倫多長城拍賣行。加拿大央行今日宣布維持基準利率喺2.25厘不變，呢次係央行連續第5次按兵不動，符合市場普遍預期，反映央行正試圖喺支持疲弱經濟同控制通脹之間取得平衡。央行行長麥克納姆表示，受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以及伊朗戰爭局勢影響，加拿大經濟今年首季表現較預期疲弱，而中東衝突推高全球油價，亦令通脹壓力增加。央行預計未來幾個月嘅通脹率將維持喺3%左右，之後先逐步回落至央行2%嘅目標水平。不過目前只有有限證據顯示能源價格上升已全面擴散至其他商品同服務價格，因此央行暫時會忽略由油價衝擊帶來嘅短期通脹升幅。麥克納姆坦言，目前貨幣政策正面臨兩難局面，如果加息嚟到壓抑通脹，可能進一步拖慢經濟；如果減息刺激增長，則有可能令高通脹持續存在。佢認為目前維持利率不變係平衡兩種風險嘅最佳選擇。儘管經濟數據疲弱，麥克納姆指出，近期公佈嘅經濟指標，包括5月份表現強勁嘅就業報告，顯示加拿大經濟喺第二季度有望出現反彈。一名7歲小童喺卑斯省北部駕駛一輛4輪高薪越野車時翻車，引致2名小童死亡，另有3名小童受傷。
騎警話車禍發生喺6月4號下午1點過後，地點係卑詩省近亞省邊界附近嘅 Postcup 一條鄉村道路上。加拿大皇家騎警喺一份聲明中話，車輛失去控制，喺相當遠嘅距離內多次滾動，而車內有5個年幼嘅小朋友。事發後，一名8歲男孩當場死亡，開車嘅7歲女童後來亦喺醫院不幸死亡。警方表示，另外3名乘客受咗輕傷。家庭成員確認死者係8歲嘅 Jordan Poland 同7歲嘅 Jaden Barrett。卑詩省越野車輛法係禁止16歲以下嘅兒童駕駛呢類車輛同搭載乘客。兒童必須滿足車輛製造商嘅最低身高同體重要求，並且必須由成人監督先可以乘坐。加拿大廣播電訊及電訊委員會 CRTC 宣布，保障手機同互聯網服務消費者嘅新措施將會喺呢個禮拜5正式生效。電訊公司今後唔可以再向客戶收取開通費、更改計劃費同取消服務費。根據新規定，手機同互聯網用戶即使要更改服務計劃、轉換供應商或者係終止服務，都無需再支付額外嘅行政費用。不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電訊公司喺唔能夠收取呢啲費用之下，就巧立名目收取另外一樣費用，當 CRTC 係冇牙老虎。總之就係要維持加拿大繼續成為世界上電訊收費最貴嘅國家。CRTC 指出，過去電訊公司收取嘅開通費用一般係介乎30至80蚊，往往成為消費者轉台或者係更換優惠計劃嘅障礙。新規定實施之後，消費者可以自由咁樣比較市場上唔同嘅優惠，而無需擔心要俾手續費。不過呢頭禁止電訊公司亂咁收費，嗰頭電訊公司又巧立名目向顧客開刀。事源 TELUS 日前向員工發出咗內部備忘錄，宣布由呢個禮拜4開始向新客戶收取15蚊 SIM 卡購置費。無論客戶選擇實體 SIM 卡，亦或係 eSIM， 都需要支付一次性嘅15蚊費用，而且有關費用唔可以豁免。部分情況之下，客戶仲需要額外支付10蚊嘅運送費。CRTC 獲悉新收費之後，已經警告 TELUS， 只向客戶收取最高25蚊嘅 SIM 卡費用，可能係違反即將實施嘅新規定，因為 SIM 卡或者係電子 SIM 卡係提供流動電話服務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因此相關收費好可能被視為被禁止嘅開通費。CRTC 指出，新規定容許電訊商對非必要嘅附加產品或者係服務收費，例如額外嘅設備或者係配件，但係 SIM 卡並唔屬於呢一個類別。不過 TELUS 就堅決否認違規。TELUS 指出 SIM 卡或者係 eSIM 一直都係獨立出售嘅實體或者係數碼產品，而唔係行政手續費。佢哋強調，公司過往一直容許客戶單獨購買 SIM 卡，而家嘅做法並冇改變。TELUS 又指出，新收費嘅目的係要支付實際成本，包括 SIM 卡嘅製造同授權費、運輸同包裝費。而過去收取嘅80蚊連接費原本係包埋 SIM 卡同相關設置成本，但係而家呢個費用已經被取消。另外 ，CRTC 上個月亦都曾經警告 Bell Canada 推出嘅40蚊設備處理費，可能同樣違反即將生效嘅新規定。Bell 當時就指出，呢個費用係用嚟支付設備訂單履行同配送成本，並唔係開通服務收費，因此拒絕取消。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對加美墨貿易協議即將展開嘅檢討程序發表強硬言論，直言自己並不打算續簽，話美國並唔需要加拿大同墨西哥提供嘅任何嘢。講到將於7月1日展開預定檢討嘅 CUSMA 時，佢話：我唔打算續簽佢，老實話咁樣對美國會更好。我哋唔需要加拿大擁有嘅任何嘢，亦唔需要墨西哥擁有嘅任何嘢，係佢哋需要我哋擁有嘅嘢。特朗普話佢會簽 CUSMA 嘅唯一原因就係可以終止呢個協議。CUSMA 其中一項佢最欣賞嘅設計就是協議設有6年檢討機制，6年後必須重新檢討。特朗普再次將矛頭指向美國同加拿大及墨西哥嘅貿易逆差。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截至今年為止，加拿大向美國出口約1270億美元商品，同期由美國進口約1140億美元商品。美國對加拿大錄得約120億美元貿易逆差。特朗普表示，我哋美國應該對加拿大同墨西哥保持貿易順差先啱。加拿大總理卡尼未有直接回應特朗普嘅講法。隨住7月1日協議檢討期近，加拿大近期積極向美方展開游說工作。安省省長福特呢個星期剛結束2日華盛頓訪問行程，期間推廣其北美堡壘構想，主張加強北美經濟整合同推動免關稅貿易。加拿大美國貿易部長勒布朗上星期亦正式致函美國貿易代表同墨西哥經濟部長，表明加拿大支持將加美墨貿協議再延長16年。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今日嘅言論反映佢嘅貿易政策仍傾向保護主義，即使協議唔會立即被終止，未來談判仍可能充滿不確定性，為加拿大出口商同北美供應鏈帶來新嘅壓力。以前無論係安省酒鋪 LCBO， 亦或係 Shoppers Drug Mart， 遇到有人入嚟打劫，其他人嘅態度都係我乜都睇唔到，我乜都睇唔到。但係密市一間酒鋪被劫，唔止有人睇到，仲睇唔過眼添。而搶劫嘅2個賊佬亦都好似習慣咗冇人會阻頭阻勢，所以當發現有人出面阻止嘅時候，都打咗個突。密西沙加市 Streetville 社區一間 LCBO 喺5月17號下晝5點，俾2個男人從店裏面偷取多支酒品之後，準備逃走，翻上架車度。而市民布魯克斯睇到，忍唔住走過去做架樑，上前阻止。佢話最初都唔想介入事件，但係當佢親眼見到2個男人偷走嘅時候，都係抵唔住頸，決定採取行動，仲成功從其中嘅人手裏面搶翻一個裝有最少8支被偷酒品嘅購物籃。嗰一下2個賊佬都呆咗一下，之後先跑出店外，預備上車逃走。而布魯克斯就繼續尾隨，仲趁佢哋開車之前拆咗佢哋部車尾嗰個車牌。最終佢哋只係搶走咗1支酒。皮爾區警方而家確認咗其中一名疑犯嘅身份，並相信呢個人涉及多宗其他盜竊案件，而案件目前仍在調查之中。警方又表示，遇到同類事件嘅時候，當局都係唔鼓勵市民介入，因為情況可能迅速升級，演變成暴力衝突。所以市民遇到咁嘅情況之後，最好都係報警，交由警方處理。加拿大航空嘅冇牌機長沃爾 Jeffrey Wall 原來曾經參軍，佢當過加拿大空軍直升機機師，駕駛過著名的 Sea King 海王直升機，負責海軍艦艇上嘅飛行任務，都曾經係航空工會領袖，涉嫌使用偽造飛行資格文件，擔任機長超過15年。59歲，住喺巴里市嘅沃爾係加航退休後加入學院協助退伍軍人學生，形象同警方所指控嘅案件形成強烈反差。汪自小熱愛飛行，佢係高中時已係 Barrie Flying Club 接受飛行訓練，並畢業前取得私人機師執照。其後佢加入加拿大軍隊，先後於緬省同沙省接受飛行訓練，並係1990年正式成為直升機機師。最初駐守 Moose Jaw 基地，參與搜救任務，其後於1993年調往哈里法斯，駕駛著名嘅 Sea King 海王直升機。資料顯示，沃尼曾於前南斯拉夫戰爭期間2度執行海外部署任務，每次長達6個月。沃係1998年離開加拿大皇家空軍後，加入加拿大航空，展開25年民航生涯，並係2025年以波音777機長身份退休。除飛行工作外，沃英亦曾擔任加拿大航空機師協會總選舉委員會主席。2015年，佢更曾以工會代表身份公開呼籲政府更新飛行員工時規定，以提升航空安全。當時佢表示，加拿大航空公司係安全，但我哋希望做到更安全。如果美國乘客可以享有符合國際標準嘅飛行工時保障，加拿大乘客都應該獲得同樣待遇。退休後，沃係2025年夏季加入 Jurgen College 擔任兼職職員，負責軍人及退伍軍人學生支援項目。學院周二證實，沃目前仍為兼職員工，但由於案件正進行刑事調查，拒絕透露其現時受聘狀況。
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撳埋側邊個小叮當，我哋一出新片，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美國總統特朗普琴日話要回應伊朗打落一架美國直升機之後，美軍即時已經襲擊咗伊朗多處地方。而今日特朗普喺白宮話：我哋今日仲要狠狠咁樣打擊伊朗。美軍稍後宣布已經向一艘懷疑運送伊朗石油、企圖突破美國封鎖嘅油輪開咗火。特朗普話：美國原本就已經接近同伊朗達成協議㗎啦，但係伊朗一直喺度拖。佢話：我哋其實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協議，但係伊朗總係不斷咁喺度拖我哋。佢拒絕透露會唔會進一步攻擊伊朗嘅橋梁、電力設施呢啲基礎建設，但係就再次敦促德黑蘭好盡快簽署和平協議。而喺今朝凌晨4點，特朗普喺佢嘅社交媒體發咗一篇貼文之後，國際原油價格即刻上升。佢嘅貼文話：伊朗軍隊而家亂晒龍，其中大部分就係好似佢哋嗰啲海軍同空軍一樣，甚至已經唔存在㗎啦。佢哋已經俾我哋打冧晒㗎啦！伊朗而家乜都得個講字，其實冇嘢做得到。呢個中東惡霸死咗㗎啦！佢哋花咗好長時間去傾，對佢哋嚟講係好好嘅交易。而家佢哋必須要為呢樣嘢付出代價。美軍中央司令部宣布喺特朗普指示底下，喺美國東部時間昨日即係9號嘅下午5點開始對伊朗發動自衛性打擊。美軍宣布打擊嘅同時，特朗普正係接受 ABC 記者嘅電話採訪。特朗普話：我認為做出回應係非常之重要。佢哋打落咗我哋一架直升機，我哋而家要即刻做出回應。我認為回應應該係非常之強硬、非常之有力。而呢個正係我哋而家所做嘅。據美國官員嘅消息話，美軍其後對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多套伊朗防空系統同埋雷達系統發動咗打擊。美軍發布消息之後冇幾耐，伊朗南部霍爾木茲金省嘅錫里克、格扎姆島同埋米納布等地方就傳出咗爆炸聲。伊朗方面有消息話，呢啲地區遭到美國嘅戰機襲擊。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公關部一份聲明話，美軍襲擊咗伊朗多處地方，導致錫里克地區嘅一座電信塔受損，2處水庫被摧毀。針對美軍宣稱直升機係被伊朗擊落一事，伊朗官方媒體話：過去24小時內，伊朗並冇喺霍爾木茲海峽開展任何攻擊性嘅空中軍事行動。但係面對美方嘅回應，喺當地時間今日即係10號嘅凌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話：為咗回應敵人邪惡嘅行徑，伊斯蘭革命衛隊對位於巴林嘅美軍第5艦隊設施發動咗無人機襲擊，並且向該地區境內嘅美方目標發射咗導彈同埋無人機。一個美國官員向 ABC 證實，喺美軍發動一系列空襲之後，伊朗發射咗多枚導彈同埋無人機，但係佢初步估計，幾乎所有導彈同埋無人機都被攔截咗。目前並冇有美軍傷亡嘅報告，而且並未發現該地區美軍設施遭受到任何嘅破壞。不過，伊斯蘭革命衛隊公共關係部發嘅聲明就唔係咁講，佢哋話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用咗遠程固體燃料導彈打擊並摧毀咗位於約旦阿茲拉克美軍基地嘅4個重要目標，其中包括指揮控制中心同埋 F-35戰機嘅飛機庫。伊朗喺布什爾省並且攔截並且摧毀咗一架 MQ-9 型嘅死神無人機，並對位於約旦嘅美軍基地進行咗導彈打擊。美國同伊朗而家好似打到七彩咁，停火協議咁係唔係冇得傾呢？原來唔係噃。一個美國官員嘅消息話，美方認為美國對伊朗嘅打擊行動係唔會干擾同伊朗嘅停戰談判進程。呢個官員話，呢次美軍作出嘅打擊只不過係向伊朗發出警告信號。伊朗方面，據新華社引述伊朗學生通訊社10日即係今日嘅報導話，伊朗總統佩扎希齊揚今日話，伊朗必須擺脫非戰非和嘅狀態。佩扎希齊揚喺出席紀念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舉辦嘅活動嘅時候話，
我哋必須擺脫既不打仗亦都不和談嘅狀況。戰爭唔符合我哋國家利益，但係如果敵人攻擊我哋嘅領土，我哋係絕不投降，決不退縮。據《紐約時報》琴日嘅報導，美伊達成協議嘅可能性比原先預期嘅大好多。雙方現階段主要係圍繞美方所提出嘅4項要求進行討價還價，當中包括咗伊朗延長暫停濃縮鈾嘅活動期限，對庫存嘅高豐度濃縮鈾進行稀釋，拆除多處嘅核設施，允許國際原子能監督機構喺伊朗裏邊展開突擊檢查。我哋家國530而家開始招登廣告，每日70蚊，你嘅廣告就有超過1萬人次收睇。詳情請聯絡 Canadian Chinese 530@outlook.com。BC 一名法官批准針對 ICBC 卑斯保險公司嘅2項集體訴訟和解協議，訴訟最初索賠金額接近9億元，而法庭批准嘅最終和解協議只係省政府向2間慈善機構支付1220萬元，卑斯保險公司並向部分車禍傷者支付數十萬元嘅賠償金。呢項於2020年提出嘅訴訟指稱，自1973年以嚟，歷屆省政府一直秘密而且非法使用 ICBC 嘅資金，每年高達數百萬元，用來報銷公共醫療服務計劃 MSP 中車禍傷者嘅就醫費用。訴訟指出，咁樣導致部分車禍傷者未能獲得應有嘅全部醫療福利，導致醫療服務品質下降。訴訟還指出，呢個做法令司機保費居高不下，佢哋實際上要為車禍傷者支付2次醫療費用，一次係透過佢哋繳納嘅 MSP 稅款，另一次係透過佢哋嘅 ICBC 保費。訴訟一度尋求接近9億元嘅賠償，另加損害賠償金同埋利息，倡議卑斯所有投保司機同埋車禍傷者都應獲得賠償。最後達成嘅和解協議係，卑斯省向所有投保司機約560萬人支付1220萬元嘅賠償金，大約等於每人獲賠2蚊。提出訴訟嘅律師行覺得賠償金微不足道，同意將錢捐俾反對酒後駕駛母親協會同另一個致力預防車禍嘅組織。至於車禍傷者，1994年4月1日之後嘅車禍傷者可以獲得 ICBC 法定賠償限額，賠償金嘅人將獲得全部賠償金嘅賠償，還附加1000蚊同利息，和解金額總數係65.7萬元。卑斯保險公司 ICBC 宣布即日起，考駕駛執照筆試可以喺自己屋企做，無需親自前往駕駛執照中心應考。線上版筆試同現場版嘅考試內容完全一樣，需要時間45分鐘一次過完成。新制度下，符合資格嘅人可以喺屋企甚至其他地點透過電腦完成考試。新制度只係適用於一般汽車同埋電單車牌照。商業駕駛執照仍需親自到場參加筆試，考生必須使用具備網路連線功能嘅電腦，以及配備 Webcam 網路攝影機，同埋通過身份驗證程序，唔能夠用手機參加考試。至於點樣保證考生唔會作弊，卑斯保險公司表示，考試期間系統將會透過攝影機進行監考，確認應試者本人參加考試，現場冇其他人協助，亦都冇使用額外參考資料。考生如果筆試合格，仍然需要親身到牌照中心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及拍照，領取 L 牌駕照。如果唔合格，可以喺24小時之後再次付費登記及考試。香港特區政府建議再就《基本法》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列明特首有權發出證明書，將刑事案件定性為國安案件。綜合官員、立法會議員發言及舉例，若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竊，而特首判定是涉國家安全，該案即屬國安案件。之後嘅調查、審訊及羈留過程將按國安案件規格處理，例如警方可申請延長羈押被捕人，採用指定法官審理。保安局長鄧炳強稱，訂例有助講清法例含義，唔使喺法庭內由法官再演繹法律。律政司長林定國認為，咁對國安法實施帶嚟更大確定性。法案若通過生效，並不具備追訴權力。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話，特首有可能按機密資料判定同國安有關而發出證明書，而即使案件表面上無關國安，涉案被捕者也無從挑戰，即使行政機構權力不受覆核。多倫多明日早上氣溫有21度，體感有25度，晚間最低氣溫21度，體感有25度。後日早上氣溫攝氏22度，體感27度。而溫哥華明日早上氣溫攝氏13度，體感溫度13度。晚上最低氣溫有10度，體感溫度有10度。後日早上氣溫攝氏14度，體感有14度。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請訂閱、讚好及留言，多謝支持。